即係衝出咗國際咁樣咯，即係，Hello，為藝術犧牲啊！轉型啊！係啦，歡迎大家收睇今集東張西岸，哇，好犀利！今日咧，我請到嚟自香港嘅 Hello，因為咧佢啱啱出席完呢一個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啦，尋晚新鮮滾熱辣，完成咗首映禮，恭喜晒！多謝，都第一次嚟溫哥華啦，第一次嚟溫哥華之餘，亦都係第一次呢個世界嘅播放啊！我自己冇睇過嘅，所以尋晚係第一次經歷咯，都好震撼喎成件事。我估唔到係可以嚟到溫哥華嗰度全球首映嘅呢一套電影。哇！當你知道喺多倫多拍完之後嚟溫哥華首映嘅時候，個心情係點嘅咧？即係衝出咗國際咁樣咯，係啊，即係因為其實自己拍電影嘅機會唔係話真係好頻密嘅，咁但係每一次嘅即係機會都係好寶貴，同埋好多謝邀請我演出嘅寶華監製啦，同埋導演啦，佢哋好願意去即係投放呢個角色落我身上咯，咁正係咧，你有睇啦？係啊，咁我睇完之後，Hello，為藝術犧牲啊！唔係替身嚟嘅，即係我哋唔好爆出嚟啦。但係就我唔會爆出嚟，但係我覺得係為咗呢一套電影係有一啲嘅犧牲。其實我冇特別諗，我真係睇劇本就係為角色咯。其實主要係監製導演都見到我嘅時候，即係佢哋特登由加拿大飛去香港去見我哋咁多個演員嘅都。咁佢見到我嘅時候，佢覺得我好似冇之前咁圓潤嘅，跟住佢就話：你唔好減肥喎，你唔好瘦喎。個角色其實都佢要有一個對自己嘅外形有一啲嘅自卑啦，或者覺得自己唔夠好嘅呢個感覺嘅。即係如果你好識打扮啊，好 slim 啊嗰啲咧，佢就未必係 Eva 呢個角色咯。係啊，因為咧，我想講咧，因為我咁耐冇見蝦頭啦，我頭先即係我睇咗呢一套電影嘅時候，我睇到哇，蝦頭變咗咁多嘅，我以為蝦頭真係冇見一排咧，佢個外形咧係再發福咗喎。我係以為真係佢係咁，但係我一見翻嚟，咦咁靚女嘅，係同真係戲裏邊呢一個即係有少少爛塌塌啊，嗰個感覺完全唔同，放撇咗咁樣嘅，因為佢唔係好滿足或者好覺得佢自己嘅生活係唔 OK 啊！我可能一個人嘅低潮，其實呢個故事都係由4個嘅故事去組成啦。其實呢4個嘅主角都喺佢人生裏邊都幾唔妥當啊！即係我覺得最尾嗰段我自己拍嘅時候都係最深刻咯。即係同阿爆姐一齊去和好嗰段啊，即係咁同阿爆姐嘅合作咧，係咪好正啊？同佢兩個，哇大佬即係〜咁有經驗嘅演員又勁好戲咧，咁所以我亦都冇喺香港度同爆姐合作過，哇勁把握呢個機會咯。咁做足功課之後，一見到爆姐就勁同佢傾偈咯。係啊，對於我嚟講，蝦頭都係超好戲之人。咁兩個好戲之人一齊碰，會唔會又有其他啲嘅火花咧？因為我自己做開喜劇多啊嘛。係。咁正劇或者一啲內心嘅演繹啊，或者情感嘅發放，尤其是喺電影同埋 leading role 咯。咁我通常譬如話拍電影都係 supporting 咁樣喺度插科打諢啊，即係同埋喜劇多咧，都好 functional 嘅。係。咁係啦，所以一見到爆姐嘅時候，即刻傾下偈，同埋即係聯絡下感情，大家建立下大家嗰個母女之間嘅嗰種默契或者嗰種交流咁樣。我都將我自己某一個同屋企人麻麻地嘅一啲階段咧，好疏離嘅一啲階段，都放咗落去 Eva 呢個角色嗰度。但係我其實而家都同屋企人，即係早10幾年嘅時候咧，都修和咗。有一段時間其實都好，即係好這麼近那麼遠咁樣咧，我揾唔到方法同你表達，就懶得表達。而嗰樣嘢其實需要學習。喺後尾我自己嘅成長裏邊，都係明白咗呢樣嘢，所以就即係同父母修和翻之後，成個人生有好多轉變。係啊，所以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尤其是屋企人，我覺得係一定要花時間去
學習去點樣去溝通或者去表達自己，由自己開始先咯。頭先咧，阿蝦頭講到咧話，即係成日都可能做一啲嘅喜劇啊，或者喺側邊度 supporting 啊。其實我啱啱咧就睇翻你一啲嘅舊作《正義迴廊》，其實你都開始係做一啲轉型啊，係啦，即係正劇啦，係咪咧？係咪想轉型咧？蝦頭，即係其實嗱咁難得嚟到加拿大，我想睇下你嘅近況或者你未來嘅動向會係點咧？即係未嚟加拿大之前咧，我係拍緊賀歲片，係都係喜劇嚟嘅。咁我因為打風啊，所以就褪咗時間。所以我完咗呢一個 trip 之後咧，其實我翻香港繼續拍咯，係啊，係都係一個溫情嘅喜劇嚟嘅。嗯，咁所以我作為一個演員咧，都冇界定自己㗎啦。有機會做唔做咩？無論咩戲都會即係好俾心機去投入去演繹咯。咁但係自己其實我都覺得自己都大個，即係。啲爆 energy 嗰啲都要留翻俾啲細做啦，即係自己踏實啲咁樣去做翻一個活生生嘅人。我覺得無論喜劇、悲劇咩劇都好，我覺得觀眾都會睇得開心嘅，即係有共鳴嘅。都係。除咗電影之外啦，舞台劇啦，或者係一啲嘅劇集，係咪都會繼續去做咧？舞台劇嗰度就今年就前嗰幾個月就做咗一個我自己嘅獨腳戲啦。嗯。我就希望可以每2年就做一個 solo 咁樣，因為我2次嘅 solo 都係咁樣嘅，即係一個琴有個我嘅音樂總監啦，同埋我自己2個人就可以做到一個表演。有可能有唱歌啦，有棟篤笑啦，有演戲啦，有自己嘅分享嘅一啲元素，乜嘢即係其實好多包羅萬有咁樣。希望可以咁樣創造一個新嘅一個 form 去周圍去巡演咯。我就係想話你可唔可以嚟加拿大？都有好多朋友今次見到我嘅時候都邀請我，喂，有冇舞台劇帶嚟加拿大啊？係啊，尤其是你個獨腳戲真係可以，就係咁樣諗啦，所以係咪就係話係啦，孭個琴帶埋我個人，係啊，同埋我音樂總監咁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同大家好有共鳴嘅故事嘅作品咯。其實真係有機會嘅，有機會嘅，已經落實咗㗎啦。落實咗出年會有一個登台先，唱下歌先。OK。我今次即係嚟到溫哥華第一次嚟啦，咁我感覺好舒服。其實我同埋加拿大嘅節奏真係好啱我，係真係唔使咁趕咁急。我都成日提自己，即係我覺得要放慢自己去真係去體驗、去經歷，唔使好似要催趕自己要去快啲去做好每一件事，真係真真正正去聽、去睇、去感受。我覺得呢個喺呢個階段嘅我係學習緊一樣嘢咯，係啊。咁同埋見到有一啲真係好耐冇見嘅啦，同埋喺香港反而冇見過，但係喺溫哥華反而有機會見到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好癲啊！即係見到嘅時候都好興奮咯，即係好多緣分喺唔同嘅地方，原來咁有咁嘅聯繫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啊！我今日都好幸福，可以再同蝦頭聚舊啦，希望好快又可以再同你傾下偈。我真係期待你過嚟登台又好，總之帶啲好嘅表演俾大家睇咯。記得預埋我。好啊，同埋真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香港會幾時上？而家知道我哋10月23號就有一個嘅亞洲電影節，就都成為咗參展嘅作品。係啦，出年嘅2月都喺多倫多，亦都有個嘅第一次嘅喺多倫多嗰度上映嘅正式上映。係啊，咁各位朋友 mark 定啦，我就已經先睹為快啦。但係你哋等下好快亦都可以睇得到。冇錯，多多支持。